这场的辩论是由民主党的贺锦丽甲共和党的潘斯就场来并战，嘛，互美国的智库评为美国40年来上界重要的一场副总统的辩论。两位候选人的口才拢袂歹，对议题嘛拢掌握到一定的程度。咱特别来专访到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的副教授黄介正，为大家来分析这场的辩论。 美国的副总统候选人辩论，伫台湾时间今日早起登场。这是由民主党的贺锦丽对上共和党的潘斯。这场辩论会原来叫美国智库评论作是美国40年来上重要的一场副总统辩论。因为上一次第一次的美国总统候选人辩论，简直是乱成一团，烂透了。那么完全都没有谈到未来要怎么做而只是 互相攻击对方，那么所以这场辩论变得相对比较正常。进前，川普总统确诊新冠病毒，落尾两场总统辩论敢会当如期举办，或者是免怎举办，拢也唔知影。这原来让这场辩论变得更加重要。两个人的口才也都不错，两个人对于议题的掌握也很精准，所以大家会期待是一个比较有肉的、比较有内容的一个辩论。 专家表示，美国副总统辩论较袂讲到外交的政策，嘛袂讲到甲台湾有关系的议题，顶多是讨论到能源、工作、未来经济发展等等，美国选民比较较关心的问题。就亮眼来讲，当然那个贺锦丽，他的肢体动作、面部表情还有论述的逻辑。 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辩论手。身为女性的贺锦丽，掌握辩论的气氛，那潘斯就一直找机会咧攻击。虽然还佫唔知影这场副总统的辩论对美国大选会造成什么款的影响，不过咱已经会当确定的是，这场辩论绝对比头一场的总统辩论更加有礼貌。